就3禮拜，歡迎有人來收聽邊來好見的節目。這個禮拜，我們都來講幾個故事，條足。這禮拜我老焦特別嘅邊是阿涵。我是邊邊哥哥，了個有老焦，英國中我呢。Hello，了個有老焦，我都買有我呢。Ako ulaw Diyos kaping tuwalap tao. Ano? Sige pa, wala nga ito na ikong kuya ko. Tingin long sa tapay wa kuya ko so siya聽哈。แล้ว別隻股無落去咩？這個知道知道我別記啲掉去。真係你啊！除非你是自己經驗過，無你才看開記。這行，鬼告訴啊 ，OK， 來直接咪講鬼告訴先快，冇就 skip 啦。無聊哦。我 actually 真正都真正啦，錄音咪是冇使講鬼告訴嘛。所以咪隨別嚟話題講下事。冇啦，明講鬼事，咱講 planning。阿涵都冇談對啊，真正。是啦，我因為準備事，我嘛也未做過嘛，未請過嘛。所以我人就愛，我人嘛愈加做工呀，所以我人愛炒迄個理髮。要燒掉 ，OK。你講講其實係教英嘅時，你特別用掉。是咯。比較想教我下邊是教育講係咪？問教號，問飛號教號就對啦。10號。我看第一家就是後年2020正過啊。2020正過 ，OK。因為迄隻物件。伊嘛都在做工哦，伊做工了，伊換 contract 哦，換 contract 了，伊嘅理髮最窮哦。Saki 頭 Saki。然後伊 Christmas 就 force leave 2禮拜哦。伊先正係先話 negative leave 咯。哎呀 ，OK， 講幾個數看，看種人這就是應該有啦。哎呀，我俾佢開 live for YouTube。Hello， 我冇開 live，咁你個 off air 個。嚇？係啦，我冇開 live YouTube，等陣 ，sorry，YouTube。我能買 live 咗。我未記佢開 live，我等佢 share。阿 John 嚇？阿 John 啊？做咩？我俾抄卡時候妹都頭聲。哈。那是啊 ，in future 如果 Bruce 就是有機會來台灣。哈。我諗去 supermarket 去買一個豪華會使嘅。Chicken biscuit。等我看，會使。買豪華真好啊！我感謝你謝咯。你都地攤。你為我買對邊人我知道？啊？我買對邊人啊？唔係啦，你都咩嘢物件好別人啦，免。不，我看那是講 workspace 係講我比較難。你識嘅，你小英好啊 ？I know。那邊講嘅，咁那美國那邊，我有我介紹食嗰個貴鴨，我係食得了去喎。我 maybe honey biscuit 嚟 ，chicken biscuit。crackers 啊，是 crackers 啊，定擺馬來西亞有賣，睇下較派脆了。然後這邊英國做一季無，伊人唔知是蝦米物。但擺我去美國時，我買也有多三四。別叫我買啊，你邊呢？買啦，你入面嘅我都係真正啦。我看那是講我有夠未來講我行啦，不要緊。我未 guarantee， 但我就我想應該是有夠位。我對馬來西亞我都冇咩行物件，佢就是行人嘅。
有一個輕輕。OK，我會來講我講咯。特別你免煩惱啦。哈。我是超卡小了有咯。OK。แล้วบัดสิ้นสุดกี่ว่า我อยากรู้แล้วจะไป講幾個數。John 我講下你這幾個數嘅，使東邦路邊唔驚嚇。冇我請人去了嘛，去人嘅新正嘅 event 嘛，你做 T-shirt 啫，是當嘅，當是 Facebook 係啊，是 Facebook 人就是留 message 講，哎呀，我未記開 live， 做啲 YouTube。我而家到底呢部啊，學者自己講啦，佢講，你只隻嘛，不怎麼樣。應該是講了啊。我看 reasoning 應該是我 friend 嚟了咯，我 friend 嚟處。講下，你講咧就別人就實講嘅。我係直接我 friend 同我講啦，我這是 friend 嚟啦，伊把路做one of Malaysia state 入邊做工，然後伊了睡 condo 隻 unit 嚟嘅。伊睡是本就 OK 啦，然後我唔知係咪屬於搬 same area。I think 是 same area 冇上 condo 咧，搬去另外嗰隻 unit 講個辦意。แล้ว I think 是 because 辦意，所以佢進出有問題。意思有問題啊？個辦意衰。個辦意，但伊個 at first 是冇感覺嘅，伊成個有陣時到辦嘅時，伊嚟聽到無口聽有人敲到頂啊，佢哋唔記得了。Before 得一隻人呢，伊嚟成伊嚟解佢講maybe neighbor 啦 ，because silent 嘛，冇人，個人一隻人多出嚟。有陣時真點哦，人 Q 地本聽會到嘅嘛，你 neighbor，所以啦唔係插伊哦。แล้ว after that 伊嘅另外嗰隻 housemate 搬入來嘅時，แล้ว有自己樣嘅到房間下邊無到聽講話，講啊嗬，伊嘅目睭就看到伊房間嘅嘛，伊想 at the end of the eye 可能看到伊房間嘅時候，攞嚟到聽講話，伊嘅房間下邊係有人拖到頂個到伊真樣明顯。即係攞嚟到邊講個點嚟咧，樣嘅感覺咧是，愛住房間買住房間 ，because 即係唔見嚇，伊講我哋我是到聽呢，伊唔捌入去房間咧，即 suddenly 入去房間。你一樣到聽嘅時，所以走去房間。maybe 哦，你我計講嘛，講你使。拖到頂嘅聲啦，就是講。我計講攏會使緊緊搬 ，because 我感覺電話真係個你路在用。你冇去過有？伊有甲我講，伊講是講你來 visit 我嘅時，你使倒來厝，我講我驚，等陣對我對住。你對我對住我買。係啦，伊講一間下你看到我對你對住，你甲我拍殼。我看袂到，伊講等你講，一間應該是會參上會倒卡手，我咪死我買。係啦。Because I think 伊樣看到，伊有可能看到 something on me， but 我看袂到伊樣會感覺伊樣。所以我不買去假樣安尼啫 ，because once 成個係 I think last week 我有講嘅咯 ，the moment 你假樣咧係哦，你會感覺到樣做係做 strong 嘅，所以 there was a time 我 control 我嘅其實完全買插小嗬，你會慢慢 getting lesser and lesser。你冇容易到拿來拿回去。唔是講容易啦 ，because last time when you first discover 嘅時，你驚嘛，你驚咧，你淡淡去想伊，對，你淡淡去想伊咧 ，I think 佢哋唔記再講你 feel 到了，樣淡淡，成個 gamble 喺那博看，去 try 看伊感覺到喺咯。攏是唔是 email 收到這 link 嘅？按照大嘅嗰個冇收成 email 嘅。我收到 email。我收到 email。叫伊除伊 spam 嘅 folder 啦。Check your spam。但係頭先呢度收到係得。แล้ว I think 慢แล้ว佢錄maybe 佢哋唔夾本成咧個即係淡淡 knock on the door， 就看淡淡攞人嘅樣本成咧，就被嚟 disturb 咯。伊未起聲地個路啊 ignore。Because 我都冇看到樣嘛，我都未看到樣 ，unless 伊再講你看到樣，有可能伊會甲你發脾氣啦。我是迄種
未看到的嘛，我是感覺會有 six sense 了嘛，所以伊有可能到我頭前面我本唔知哦。咱會記定過節是，我講幾個事講一半是了，我紅鹽嘅啦，我請我下條話。對。Actually 我 already 看到咧圖片啊邊個，因為我鳥看出去。你俄羅斯紅人圖片響等我嚟追，對。我追咧，伊行入來，伊個行 interrupt 路咧，伊淡閃，就所以下條路。來，我哋 Hi baby, I saw you. Oh baby, thank you. Love you, bye. We can see you. Hello. 你看。伊無曬了嗬，at least 伊講 hello 了嗬。好命嘅事啊。Taquitos。哎呦。baru 補好garing。แล้วbreakfast 個啊，都係 lunch 講要解決要發行靠啊佢。我 so far 冇食到我手拎個，我梗係驚我直接吞掉我手拎。知道你邊冇咧尖魚啊？嗬，拉水嘅尖喎。背咗對啊嚇，放起啊。冇咧尖魚啊？還是你開下咧中國嘅下咧係咪美圖 video 呀？我都買啲變尖嘅。未必背咗對啊，背咗對啊。樣中國唔少一個 apps 咩 video 嘅，真係勁嘅，就係開呢係一頭裏邊嘅變山啊，變隻水氣嘅啊，係咪 video apps 啊？係咧中國嘅，咁中國唔是只係肯你 live 嘅 apps 咩？你嘢咧，唔是看到真人嘅，成日看到鬼啊！你看到真人嘅是看鬼啊，可能360度冇成啦。Oh my god！咱12 minutes 就嚟幾 episode？ 個人講，我想袂到啊，當時。大粒頭。Hello。你住喺？冇啊。你每一代頭啊，我關事啊，冇人應啊 ，hello。冇幫。幾個數啊？嚇？冇幾個數啊？冇幾個數啦。我嗱有頭切嘅歌數，頭鬼先啊，頭切啊。頭切係點得我講過咯，我 grandmother 個我 stepfather 講過。我會記是我係歌調，第一代嘅歌調，鬼先嘅是一頭切啊，我走卡聽到聲。係咪嘅？走卡呀？按咗聽咗係咪聲啊？佢就 kitch 曲嘅時候，特別叫人啲樓頂啊，可能看嚟看去，人家樓卡。我睇到唔係人家做隻聽到。對嚟跑步嗰邊咯。有可能。我唔知我講過個，我會記我係大調，我係大歌調。出事嘅時，伊愛無去嘅時啊，我人規定人就對去我係爸迄邊嘅，就我係爸啲爸嘟，就是人嘅地方。然後伊就我係自白，就唔知做咩事去拍功夫，拍來拍去。了，迄個西講就講，伊是互迄款天兵天將啊，愛入心愛做比我誒大個調，特別幾日後嘛是無去啊。maybe 就係接伊咧。唔可能啊。是點聲搞啊？搞袂到樣時候。特別嘛是愛無去啊，嘛是就愛做比現時。佢會覺得咁簡單。你要死嘢，本就袂人報備。是咯。actually 下我問人，
那是你在 Christianity 咪是講 OK，你死去你either 是去 church 吧，係你是去 heaven，還是去地獄啊？係還是 purgatory 啊？咁拜陽光嘅人啊，你是安怎嘅你？拜陽光人，咁唔是佛教人是講佛教人是投胎。愛看你是相信蝦米咯，你若是正相信佛教嘅，就是看你安怎做物件就安怎去咯。佛教上甲 AD 時你知哦，是伊是無了嘅啊，你唔知，你愛去倒落嘅嘛，你可能你做一個阿彌巴，你都唔知。特別你有可能你是投胎啦，係咪是？呀，特別無可能投胎做人哦。人投胎 means reincarnate 呀。啊對。我這個都是我知啦。So it depends on. Not really 別人講啦，我會記大阿伯講就是 no matter what，咁時教嘅時，教了都會跟到 judgment 嘅。按照你是去到 judgment 去地獄呀？It's not necessary. No, it's not necessary地獄 actually. No. 人 when as far as I understand that is when 人 kick the bucket 嘅時候，人起出嚟，拍掉你湯嘅時候 ，kick the bucket 嘛是馬動橋啦。講學嘅話，變成暗麼？the moment 人橋 heavy 嘅時，就是橋 heavy。人就去射妹位。人起出嚟位，起出嚟位 not necessary 就是天 ，not necessary 就是地嚟。And then from there, based on lang karma, what we have done when lang alive is lu either ki ti or lu lo tail. Oh, so it's the judgment hall thing. It's like it's just like a transition like a junction like that lah. 咁咪做嗱講係橋道啊，超多是和你啲迄個 immigration 嘅位置，你和你消你嘅冤屈，所以和你好淡薄咯。哦，又冇想講你可能，你都可能睇啊。It's more like 有大人。It's very hard to describe 啦。你咪講，你講是唔是講成日講伊無咁運死啊？反正超大是講可以甲無咁運去，所以你未去 judgment 過嘛？你都未去伊個 junction 過嘛？你講是成日講可以90 period before 人走，所以又係冚到可能，是唔是 ？No matter 安怎 also 人 try to shoot or whatever。You still 你未 change 你嘅 karma because 你嘅 karma 都是掉啊路嘅嘛。哦。Because when 你 alive 嘅時，你做嘅物件，好嘅物件，無好嘅物件，係咪講了？你未換嘅出嚟物件，你做都是做了。The point is， 人我嘅時咧，人 you know 有 decision 啦，你 OK，make it very simple 啦。你就是一個查甫啦 ，OK？ 你看到一個查甫，所以你愛帶伊，愛抱伊or 唔抱伊 ，or is the same thing as 你金條一支刀，你愛舉這個刀去拍槍人，或愛舉這個刀去 protect 人，所以你 make 你嘅 own decision， 你看到迄個鐳到你頭殼。唔是你嘅鐳嚟，你愛扣起來 ，hello 去 pocket， 或你扣起來要 try to find the owner，that is 你嘅 decision 嚟。So once you make the decision, you already carry out 你嘅 action 呀，迄個就是你嘅 karma 了。So no matter what 嘅事，
人 try to reduce 你 karma all these things is all bullshit because 你未走嘅。是你家己咧，你家己做好就對啦，你做佢哋卡好事，啊，不你制唔掉你家己做卡。你做好嘅事，你在你古早 ，OK， 你古早就是派人嚟，你去拍超人 and all these things。有當見你老了，你 realize that 哦，你做嘅物件唔對了，所以你家己 decide 你 decision， 你家己轉 the opposite direction。所以當 instead 做無好嘅物件，你講緊做好事。所以 when 你等到咁像你馬東橋嘅時，你去 balance 咯。It's just 像係一個 weight 嘅啦 ，you know。weight and counter weight 啦，看到一個錢都是 balance， 到一個無 balance 就是 decide 你去到啲位咯。OK， 我告訴你創佢嘅大聲啊！你買你大頭。Sorry。我個聽咗佢自己做出啊。so 我明白就是 because OK 啊，唔講未明白啊。Sorry, what? Okay, awak mui. Baca kuih kau su. Kau baca kuih. Cucu lau kuih kau su. 但毛毛哥，我贵告诉毛毛哥。毛哥有啦。講先，我聽。講嘅啦，講啲小條嘅啦。我是睇啊，伊講about伽馬，我是想到聽到有人甲我講過一個 about 一個伽馬嘅故事。maybe 攏有捌聽過，伊講有一個 couple， 伊真正屬甲一個girl 嘅啦，特別伊對真好嘅，特別伊毋知蝦米事，這個 living。咧伊甲嗰一個查甫做者伙嘅時候，捌無幾個日嫁互伊，所以 the ex。離開嘅嘛真 sad 咯，有一時伊走起來淡薄嘅時就甲，係嚟問講我做安尼做物件，為着伊做安尼做物件安尼愛伊 ，why 伊 leave 我啦？咧伊問就甲講一個物件，伊是講一個卡媽講，正古之前嘅有一個查某互人 rape 死去 ，OK 到街路邊，有 first guy 行過，看到伊查某嘅時，伊甲他講一句話，伊講哎喲可憐哦，這查某互人 rape 啊，肯掂落街路行過。OK， 行過。第二個查甫誒，本是看到這個，伊就講嘅物件，個本是講上這物件，可能哦，特別伊有驗物件該 cover，maybe 個一布該 cover。第三個查甫行過嘅時咧，伊做個這物件，伊錯咧查甫想講該伊做burial 啊，吹物件 coffin 啊該 cover。所以這個是只一個卡瑪翻嚟，所以 when young伊只查某that means reincarnate 嘅時候，伊會都對來想講報恩啊。哦。that's why 對 ，that's why when 伊家只查甫解釋嘅時候，你就是係第二個查甫，明白哦？伊家你做時候，你對伊真正好，但伊別嫁互你 because that time 嘅時。就是安尼款嘅事發生，所以後面所以嫁互咧第三個查甫就是 last time 嘅事，伊肯做過物個係對。咧我唔捌聽過人講過吼，成講真正 funny 嘅就成講你有感覺到吼 ，this life 吼有咧 stranger 啦，你同樣捌你捌伊，你甲伊講話捌，你會感覺到真正甲伊真 close 對。人講吼，即個是 because last life 你 already 捌伊嘅。It's just that maybe there's unfinished business or there is， 伊講逐個人不有一個，按怎講啊，一個物件都要做嘅 ，but it's up to when 你是 human 嘅時候，你按怎去做 good and bad，how to finish accomplish 你 mission。所以啦，成個你 past life 冇做了嘛，所以你 this life 點樣你都要 complete 你 mission 咯。แล้ว你感覺真奇怪，有個人吼你唔捌伊，特別你真看到你真疑啊！冇甲面知，冇甲面知，特別伊時真水又好，真豆好，特別你唔知係咪事，你看到伊就改變啱，人就講我應該就實，因為 past life 你改有問題了誒。真funny啊！這物件我唔了解啊，係咪事可能啊？你是英國啲 explanation 就是。
哎呦，日拖落水啫。我唔是講中嘅 explanation，就是一直甲 past life 冇關係咯，是講就是你講咧，上人是看到是講可能。人講我人 this life 白嘅人看到人，甲咧 actually 有 connection 嘅。I mean，咱是講定到人定。past life 留落嚟，對。哦，我上邊再講嚟。但所以人淡淡講有 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安尼款咯，留落嚟咯。哇 ，sometimes 是想我，我 imagine 佢話 past life 是做咩？唔知咯。你是應該是我個性。話我嘅 past life 是騙咗半。嚇，係咪嚟？我講我嘅 past life 我是一個是我騙咗半嘅女嘅，就是我是騙人嘅女嘅攞半。我到最特別學攞半女。For teman kompas life unfinished business sometimes it's not necessary utasi to see it's just that past life lu that the entity that person lu past life before lu pass away is lu 真正愛看迄個人you just want to see this person one last time so tapi lu didn't manage to. So in this life, you manage to see this person again. Yeah. It's just sometimes it's not necessarily unfinished business, but sometimes it's unfinished business. Sometimes to see you just want to see this person again. 你看到嘅是安怎？當今看到嘅是話晒係兩隻隻。你好學起咯。So sometimes do. 你想這個人 you know, you wonder how is this person, how he or she is doing and everything, and then so happens that you already gone out. So the next life is you manage to 你在大馬路講把 sentence 啊，你講到學緊我是路呢。我了咗啊。I don't get the joke. 你佢 last paragraph 講嘅話係，你講到一句學嘅話就是講路呢。路。Yes, Timo. OK，毛毛菇。卡媽學嘅話叫咩？毛毛唔知。陰德是 Cantonese 嘛？陰德。陰質嚇，陰質嚇，陰質是。陰德唔是咩？陰德唔是陰質。陰德唔是。嗱，人咗講咧，你講係嘛？得嚇。啊，大粒頭你時講有學嘅話嚟講，人咗講嘅是卡嘛？這我唔知咯。叫卡嘛？但我對想先。滴咯，講滴。哦，是叫 sometimes 有陣時唔是 karma， 有陣時都是 merit。像個 the third person 去做 funeral， 去 bury the victim and all this， 這類嘅都是 merit 嚟。係啦，功德啦，功德啦，แล้ว karma 咧？Is tied in a way 啦。The way 我看，the way 我 describe。It's a very simple version 啦。Look, imagine how 我知是係咩？我是咪講學嘅話叫做係咩咩？哦，鬥嘅，你嘅 email 冇收到咩？係嘛？就是冇收到 email，但自己冇收到。你 check 你 spam 沒有 ？check 下冇。應該將 send 好啊，應該將 send 好啊。應該將 send 好未？我上個時間。哦 ，send email， บอกว่าลูกหน่อรับไปเซ็นปุ่นแล้วก็แล้วแต่ได้บอกกับป้าเขาก็แล้วจะถอดกุยกันแล้วอันจะเบียร์ที่ต่อแกโอเค有แบนมั้ยโอเค講เดี๋ยว卡嘛我唔知講會未相信唔過我老爸吼好似前日可能好事去做呢，真正濟物件，人講緊緊了去個了，做個了係物件。哦1980年 after 新疆
会记，我应该是会记啦，因为往水厝的嘛，南站老的厝。然後是咩？落雨，細細嘅雨，然後8點幾，好像有一隻牛車啦，跟人家人講牛車，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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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我規個大門，然後無人出來嘅，然後因着說等我老闆在海面上一走出去，然後伊是到對面路看，但伊就愛等一個 big round 介過我嘅厝頭前啦，然後我老闆就講OK，伊講伊愛拜。แล้ว真係奇怪，無人拜，安怎一人去拜咧？伊牛車度應該兩隻牛啦，後尾一個載一個紅光像，紅光嘅，跟人家紅光嘅像，然後幾那裡8 PM 安尼款 M 嘅，然後我哋未使出去，我老爸叫我未使出去，浪喺那邊，你度去過後，我唔知去到啦，除牙啦，伊去卡牙啦，OK 卡牙。แล้วหมอกุยแล้วบูสูแล้วแม่อีตัวชุกีแล้วจะ一點幾อีตัวขี่做工啦ขี่話應該is transporter 嚟แล้ว到家阿家4點幾 early morning 哇觸電話響老闆 accident coma แล้วอันนี้คน拖到拖咗一個月แล้ว都冇去了所以到底是係咩事呢？唔是講無拜，該拉本拜，該拉本做好事，到底係該拉本做好。特別你人，那些人，你講人無去是無得到講是無好事啊。當面呢 necessarily 講是 good karma 會 pay off 啊。唔知咧。會有呢？唔知咧，未曉。แล้ว我就是想好笑，因為我大好間厝有貴 ，OK， แล้ว因為我大喺大門嚇，我大上一個路廊啦 ，OK， 上一個家欄嘅，所以我攞到嘅厝 from the one end to the other end， 攞間頭一間是向路嘅厝吼，也翻呢嘢就伊規個面到頭前門禮拜門，就是向條準是條路嚟嘅。哦，係啦，無好嘅人講洪水。早洪水是無好嘅，通殺啊人講叫係啦，殺上啊你看到。然後我大擺對厝喎，一暝10點幾11點幾啊，老爸坐我人坐火車對厝嘅時，然後我等下看到2樓，我人嘅toilet 嘅 window，master room 嘅 window。真係funny 嘅，伊嘅開是好似裝50開100開嘅，都係你白 orange color 電珠嘅，伊可以開掉嘅喎。啊，咪攏砍掉，特別對來是就擺開掉，開。對啊，貴你在頂到開100開50開，人就講食電啊，袂使開啊，食電咧，大砍嘅嘛，對唔對？所以就100%砍嘅，唔是100嘅，真係刀快啫。啲火車 before 北in 嘅時，2樓安怎開掉開嘅嚇？然後起嘅時是無開嘅嚇。然後即係間厝呢是有啲是無好啦。講真，伊嘅風水是真無好。然後我嘅老闆做下面生意就多下面生意嘅，然後後尾就搬咯，就搬去另外一間咯，就是後尾一間一大了，我發得就冇啲咧。嗰間呢個家界，嗰間我媽得到點啊啲聽做物件，我媽得伊本做工，伊啲出來做工嘅，有咋？然後車衫嘛，然後車了到 M 我老闆那是伊啲厝，佢那啲佢去變成新加坡嘅路來嘛，然後 M 伊會看到有一間查某紅曬無卡，伊條白樓梯白起白落白樓梯白起白落，你嘛看到啊？嚇，我嘛看到。嚇，唔是一擺真濟刀咧，我買到但是車，M 車衫，我買到 M 車衫車到12點幾1點才起困嘅，但台灣人已經困了嘅，然後買到嘛看到講一定能行起行落，我買到講在是幾啦？在，我買到有講講，我人是來這邊水厝嘅，愈大愈嘅，我人大我人嘅，人買小創，我有擺下面，愈就食下面，安尼款。你部車嘛對，伊就是 kilo， 一看到明明嘅啊，你嘛 kilo， 紅衫了咯，無看到手，無看到腳，
แล้ว有一個頭，安尼款嘢咯，頭毛，安尼款深，安尼款嘢咯，頭耷，安尼款嘢咯，因為伊真正看會真正明顯嘅，因為我媽的伊暫時是到樓梯嘅邊啊位呢。แล้ว阿妹呢嗰個？那邊你會看到是你冇可能對着你罵的，冇，我出來我 before that 是我嘅姊，頭一個我嘅大姊真正 stupid 嘅，伊去甲人阿妹古早嘅厝啦。你大姊是隻垃圾誒？垃圾嘛的嚇，伊個甲食力，伊去甲人無阿解，伊迄個技能人金雞飼雞技能啊，用bamboo 做嘅都就係用 bamboo 吸成一隻，伊粒咪睇成翻安尼。對，伊去教我人，伊係迄個頭，嗰個阿志樂別起來嘅，伊定定暑假去別到即個技能入面，แล้ว有一暝7點幾6點幾，佢就是寫細漢，แล้ว伊就教我講，我全部對伊，但係講按照我看安尼穿坐烏衫人。穿烏衫，啲後尾落地嘛啲行來行去，安怎安尼坐人？แล้ว我冇得出來，哇！啲那สุด伊，我個會記สุด甲就愛徛啲咧模式會別使出來個。แล้ว後尾伊大後尾旁邊困嘅，特咩？自從佢自己去，一特咩就看到後尾有人行路咧。到今嘛，伊去爬山 hiking， 伊會看到垃圾物件。伊會看到垃圾物件。所以他知道去到啲技能裏面去到，伊就看到啊。到技能裏面看到穿烏衫，你覺得是垃圾是幾啊啦？According to 我老爸，伊是講個後尾記落嘅，後尾講嘅。伊無害人嘅，但係伊能是想講。食家即個大晚嘅人來安尼看嘅，即個阿妹來。你如果得當家嚇，แล้ว七八間行行，แล้ว成個人順嘅咯，如果得當家安尼。แล้วแม่伊困後尾旁邊，我是挖啲迄個雞寮位嘛，伊就是แม่頭佢停啊頭看咯，伊講看有對嘅。一個個動機乜嘢啦？東京嗰個 upgrade 咯，伊去 camping。你會知會嚟講嘅，垃圾人，伊袂使講，伊講咧吼，伊大擺吼，人會食碎嘅。accident 啊，做下咪物件冰卡車安尼可能拔刀啊，無啦啦拔刀啊，安尼可能物件。一般嚟做一句啊，伊唔捌。伊當今都幾歲啊？50幾歲了。我知差唔多成啊。伊目睭，伊目睭真奇怪，伊目睭內邊有一點血嘅。Hello，你講佢吹，你講垃圾人是冇？垃圾人嘛？No，我係 niece，我大姊。你大姊是垃圾人嚟嘛？冇啦。垃圾是垃圾。垃圾唔是垃圾人。垃圾件事我嚟參加人咯。叫垃圾嚟啊！伊目睭內邊有一點，叫垃圾嚟啊！佢哋車啦，是當機，唔是當人錄音時，人本來甚至人教應或者甚至係是。係有啲嚟啊，幾嚟啦？特別咧冇講幾個事明。冇啊講，我 sister 嗬，伊過咧好一擺嗬，伊嘅目睭。伊白膜位吼，伊有加一點嘅紅血出來。แล้วด็อกเตอร์去看是看無物件嘅，無事嘅喎 ，normal 嘅物件，唔知係物件。嗱，你咪錄緊啊？錄緊係物件嚟，按照伊目睭真白嘅膜位有一點血。點啊是有會到有會到無？點有嘅到東京咩？到東京了，已經是那幾年啦，成40年有了。啲我嘅外邊是較深啦邊嘅白
按照講外邊甲是那邊，即是講伊目睭。那是啲外邊咧，你看到伊無外邊病，你會看到一點伊起來淡薄嘅。哦，伊無鋪嘅喎，伊無鋪嘅，伊無鋪嘅。那是紅呢？你是記嘅。係啦，特別血紅，那是流血喺入邊攞白椒白嘅位啊，攞曬禮拜都冇。燒嘅啊，伊個佢冇嘅嘛。你邊是記嘅？會記哦，成記到啲白椒嘅。做一個。你成記哦？你成記得白椒嘅哦？唔知，我唔知是係咪所未。愛寶冇。我未。你是愛寶冇？你是日本嘅。哎呀，白椒本嚟談 melanoma 本都知冇。哦，特別你這裡啊。啊，等你這意思過了啦，你是 OK。係啦。誒，白 melanoma。哦。嚇。係你一個 birthmark 到係你 white 下邊嘅嚇你喎。住住咗啊 ？birthmark 嚟咯。birthmark 是 birthmark 嚟。唔是，ever since 我嚇。達到 feel 到嚇你唔記得 strong 嘅時候，伊 sign 到邊嘅。哦。但係是冇。曱甴是冇。Morning and BBC they should. 所以頂到是冇啦。到八九八邊冇嘅，到八九八邊。你都幾歲嘅？我本感覺奇怪，我本是感覺奇怪，但係是我個成日講是，我唔成日冇小心黑掉嘢是係咪啊？我媽是咩？我媽講，你成件事學機篤掉是唔是？我喺頭邊就點你幾冷嘅事。啊，奇怪哈！我覺得聽到啲啊，日本驚，講咩？日本驚，你播啦未？冇，我講冇姑娘就幾個數講未了。係啦，就是那個好嘛。人生真濟物件愛過。日本驚你播啦未？拜個拜啦。應該是未去啦，哇！哈？做咩事？等下，sorry，我前面嘅做。誒，日本驚，你未去本表記，你去 vote 好拜個。OK， PM 慢慢講。投票拜個。當然是拜個贏啦，拜個。OK，等陣俾幾個人講嘅，即是本來福建我人會到啲無幾個歲啊，特別本來福建新正度年嘅時咧。2019年嘅時，會到啲邊咧去做樓主，我會去食 buffet， 去 Jen 去食 buffet， 了加過去 settlements 嘅位，然後係去 settlements.work 嘅幫佢去 check 看伊為啥，做咧不只是我個叫我嘅孫，佢是翕到部 video，個人講咧，人當邊做樓主係為啥做咧？แล้วถ้าเป็นซีเมนต์ด้วยอ่ะแต่ไปเชิงทีเชิ้ตจิบแล้วถ้าไม่เป็นทีเชิ้ตทีเชิ้ต啦จิบมวยเชิงทีเชิ้ตนี่ตัวจะสิทีเชิ้ตตัวสิทีเชิ้ตแล้วนี่ก็ไม่เป็นไงก็ตัวapa tu bayar nak kau maiบ่講嘅頂是對哦無，但對嘢是你去看我目睭就知影成。哦 ，OK，咱就是咱要看目睭嘅記嘅嚇，咱就要去本來學見嘅是只 gathering 嘅時來去看不到乜嘢。一陣啊，我係愛播吧，我唔知伊第時出現嘅。哦，愛嘅是紅嘅。係咪食 ？brown， 我是 brownish color 嚇呢 ？brownish color。我真係有兩目睭，有兩目睭成成有兩款是只係嘛？冇，是頂到一落來無嘅，until。但係是有時候是即係唔記發現個 I mean 我冇甲有咧 friend 講 what happened to 我啦，可能唔記啦。是我有一個 roommate 講，你目睭係咪算安怎有一個唔記到？你個大漢咧啦，你講 roommate，你大漢咧啦，大漢咧啦，你有 roommate 啊？then after that 是。你有甲我講過發生嘅咩事哦？I think 這是after 我來新加坡嘅事咯。which 頂到嘅時候咧，我人 share 下咧 room 咧，我係咧 roommate 淡紅嘅，但係我哋唔嘅 disturb 嘅事咯，下邊 stuck 嘅咯。哦，你學佢吐啦咪照？我可能我你咪真係看。介紹拍掉。because 曱甴嘅時我 because 曱甴嘅時候咧嘛，起航嘛，一跌話嘛，我介紹咩？我沒錯啊，我講你嘛。你有這樣咩？我沒。
但当然是我真正起哄 because 我真正逼切 because 我I think 去 disturb 我 roommate แล้ว我 roommate 被困伊走嚟逼我แล้ว我 morning 就要起來做工แล้ว你冇困你真逼切你知啊你真真正你是講走嚟除咗是你朋友走嚟陪叫你陪啊 because 伊困到半暝咧伊驚吼伊走去想講劇笑嘅話咧我 already single bed 咧我劇咧我就困對了伊唔是 once a while 係 every night 咧都你會真正你無夠困了你做工啊後你會真正 frustrated 你會真起哄嘅啫我咁起網上嘅啊แล้ว有知道嘅是一對 Malaysia I think 伊 mother 出去 temple 講 I settle 一件物件 realize 係伊嘅 past life 嘅 ex husband 嚟 temple 嗰邊講是伊 ex husband I like 坐一對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所以淡嚟 disturb 伊 past life 嘅 husband 伊 mother 伊個仔時甲我講嘅是伊 temple 人成日講講伊 past life 嘅 husband 嚟แล้ว before 伊對去做這物件嘅時候伊 on the way 對去時我一人住咧房間㗎嘛較早嘅時我是感覺伊是唔是 mental stress 伊無夠困咧伊 imagine because 我無 feel 過嗰啲物件嘛 when 伊對去嘅時候exactly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me 伊看到嘅物件我看到咩伊有一道嘅時暗暝吼伊困了後伊叫我伊講你有看到一個人squat 掉大竿我講無啦無迄個物件你莫去看了你 imagine 我點樣罵伊我講無你開掉伊火困啊แล้ว伊開了後暗暝伊唔知係咪數紅嘅個冚火還是伊火家己冚我人唔知啦แล้ว伊對紅燈嘅時候我看到嘅時候我困了後我冰嘅時候看到誒安怎有一個影大竿喺邊跪掉我唔是跪掉是 squat 掉嚇呐掉แล้ว我就想有可能是你知有陣時 impact 啊你 roomie 甲你講時候只可能叫你 imagine 嘛แล้ว我冇去管你 then the next thing 我知嘅是我困托卡嘛我困嘅時候我聽到成人穿 slipper 你就驚踢拖嗰時到你耳仔邊你聽到拖嘅聲啪啪第四道呢係你無夠點少 reaction because 你 feel 到係你佢哋唔驚跌落嚟你而家即係可能你唔是成個只有未點當呢你 feel 到唔見啦對แล้วแต่ time 嘅時我個會記 because 我諗到我 poster 困嘛我嚟我諗到困我諗到諗尖困所以一跌落嚟嘅時我諗到諗尖嘅時候伊成講when 你跌落嚟時你一個手是喺諗到啦 poster 嘅嘛對我喺個手諗到 poster 後一跪咧喺跌落去所以我手後 actually 是成個 strangle 我自己 neck because 一跌落嚟嘛我請咧就 because 我聽到嘅時候我請啊後我伊 already 拍落嚟แล้ว你 feel 到你真正當人家跌落嚟แล้ว我計上咩แล้ว我咩我講伊無聲嘛硬死計講硬死嘈啊咩我計講你吹錯人啊啦你咩錯你咪嚟 disturb 啊我計講你個再來啊你地住到嚟我後你壓住你頭我計講咪死我咯我真正起哄啊我計講我錯嘅 ancestor 嘅了錯嘅了你就你係自己一人啦你幫佢because anyway 我錯我就被佢聲冇出來你笑了呢你笑呢我白腰啊掉白嗬即係唔記得翻呢就到冇乜一走嘅時候你 last 但係成日講你未啊後尾一句出後尾一句出來真係多聲我基本 the moment 掉車驚嘅後尾真係基本掉車驚起來咧我起來嘅時候我個真係學到就應該真係起哄我個你未啊我計講我講這是 last time 咩嗬？我兜路嚟咧，我綁路未傻我講，我學到死我講，我學到死啊，個仔死我講，我起哄啊嘛，我起哄啊。我都計變過。我計變過 ，because I think 一做到我真係聽，但所以我係安尼起哄。แล้ว我 opposite roomie 聽到安怎紅嘅我安尼起哄講，伊來 knock 到 ，then only 我 realize 我 neck 我 neck 我身體硬㗎了，成有淡薄不適啥呢？
啊，所以你無相信阮袂使哦。แล้ว我喺 hospital 個，我 roomie 講你咪困一邊啊櫃，我喺 room 嗰邊困咯。這個叫人講掉。唔係我叫 explain 嘛。所以我唔捌聽過喎，你冇甲我講過。你係點冇講過啊？個早係。你講嘅時候，你有甲我講你不後面嘅答，你不可能贏，你不講，你講後面嘅答，了是我可能贏，你我記，特別我冇聽到你字條。你嚟咯。哦，你下時期啊度，你度會 feel 到較濟啊。啊，有 feel 到較濟啊，就較 sensitive。基本非常。較 sensitive 吧，不唔知做紅葉葉啊，你看 just 啊，可能 start 咧真奇怪哦。我買我計咪有 end of piece 咯，我閘住你，我閘住你，我閘住你。我哋有緣分啊！我閘住你。你講毛菇，我咪聽你知嘅個數。你都現在這下點啊？介了到處。我攞嚟知，我知就看會到嘅，自知呢睇冇錯嘅，伊無應該無相信嘅。哦，是英國將來。嚇，英國將來嘅。แล้ว我當然我自知嘅就冇聽8歲了，伊當然嚟我係厝大嚇，要 school holiday。แล้ว巴魯 this week 我個在梅度對伊，我講你以前看到的嘎嘎是怎樣？哦，伊就是嘎嘎呀。แล้ว我當然大漢人啦，當然。8歲了，5歲時教我講。伊個會記咩？8歲會記。伊講現在，伊講伊同見伊阿妹，伊10幾落嚟也水啉了誒，伊買都無放水啲頭頂可以人啉嘅，所以一嚟家己爬落來，阿妹伊2點伊我行落來，伊講，但擺我行過迄個講呢，就是我講，但係伊唔是伊講嘅位，永遠有一個影喺邊徛了看了伊。小當金啊，8歲啊，本來當金有個，然後我講你畫給我看，都畫好。伊講 OK， 伊講是禮拜六禮拜一應該畫。我咧叫我 post 隻 show 嚟啊。Hello， 我就是愛叫伊畫出來嘅。我出來我下到隻喂 Instagram 嘅。伊講特擺，伊就是啲壁嘅，伊講伊冇出來嘅，伊講伊啲壁喺入邊嘅。就咪叫佢哋講啦，看掉伊。你使翕佢哋講啦，小小英好我。我把翕過了，我把翕過了。我叫翕啦，你尋你小英嘅叫我咧，我嘅 post 出嚟咯。哦 ，OK， 我即係入過去，我落去，我去翕俾你看。哦，這是到底你自己厝下，唔是你厝啊？唔是我厝，哦，你叫伊翕啦，你叫伊翕。我同伊 school holiday，咧伊過來啦，我再問伊 interview 伊啦。哦，有笑，誒，แล้วI see，伊個叫做你自己嘅厝。我係自己嘅厝，咧伊關伊無相信呢。你講，毛菇，有時候講你去嘅時，你聽到伊邊啊啥一個而家就樓頂嘅就是係你係一間啊。就是這間厝個，就是這間厝來嘅。伊阿妹真好笑嘅，我逐擺困哦，我妹哦，伊都會響響一聲大聲嘅，砰！啥物件加鬧嘅聲誒，แล้ว我就請起來，แล้ว我就問我嘛，我聽到，幾多人聽到？我無人聽到，我講有這有聲啊，厝頂，唔知係咩聲來，但咩，我是人聽到呢，真大聲啊，啥物件 explosion 嘅聲來，然後我聽到，我聽到呢，然後咧，我知你呢先真好笑嘅，伊講，我看到都一邊啊，有兩隻。是嚟到樓梯位，樓梯是去3樓嘅 storeroom， 無人去嘅，真正垃圾嘅，真 dusty 嘅，佢哋樓梯個真正瀉嘅。伊講伊夾擺行去房間呢，伊哋都是坐了苦掉，一邊看伊嘅。永遠徛對咧，兩隻咯，一隻都是啲下開哦，一隻樓頂，一隻樓頂。一隻樓頂，一隻都下開，dry kitchen 位。所以我感覺到伊本是看會到嘅，真刺激嘅。แล้ว特別你知安怎啊？你知無插伊啦，伊會看到你知無插啊，但是伊無甲你知講乜啊？有講，伊甲講有嘎嘎在那邊有嘎嘎，伊我 sister 無相信呢，伊死都唔認啊，死
死都唔認嘅。有可能佢驚數。你sister改講他們沒有啦，你自己幻想的啦，沒有啦。媽媽哥，媽媽哥，maybe sister 看到嗬，愛講冇看到啦。係啦 ，maybe 看到啦，你咪 acknowledge 就得啦 ，because 你自己做嘛。係咯，你就確認咯，就是咯。特別你自己每時落來，每時成日冇插嘅咧，鬼物件冇插嘅啦。人哋你大隻嘅看到嘛，所以你就在本嘅嘛，啷做只大漢。唔知喎，特別伊古早是讀 BM convent 嘅囡仔嚟嘅，然後 BM convent 都知啦，真濟迄個伊人嘅校長是迄個青白衫嘅姑娘啊，迄個sister 嚟嘛，對，姑娘。了伊人甲了就是姑母啲家己嘅當阿妹為爾嘛。嚇，係咪驚伊幫個啲阿妹啊？伊幫啲阿妹。我姑娘係幫到啲阿妹。姑娘係幫啲 library， 我阿妹你不是嘅有嘢。所以伊人細漢嘅時，讀冊嘅時，伊人就有常常拄着喺啲 library 有了嘅，你看到sister 啲內面行來行去嘅，喺呢。唔知伊都是拜成人講伊嘅厝就是安尼款咯。哦，伊看啲姑娘到啲嚟行。已經講緊是真係久了嘅，伊表弟真係老嘅。哦，這是到底哇，得啦我唔知啊，梗係知。BM 一間呀嘛，我 BM 我跟他知迄個呢。幾時啊？我跟他知前年呢。我跟他知前年啦。哦，把子大家走路去夾嘅。係。等你，我好你看。好 ，OK， 你叫我啦 post。哎呦，輸啊，媽媽輸啊，你60個%呢？就輸了，拜個輸啊，拜六媽媽贏。我老誒，seafood 哦，攏買咩？我為什麼愛 seafood？ 我未book過。我愛 seafood。我愛 seafood。阿咪有看有 action。Oops。你先正未冇 action？阿咪冇就係我就細啦嚇。就嘢我都會了解。咱應該是2002起下，咱甲看到一出戲吼，《The Lord of the Ring》啊，有一間山嘅隻刺魚，把隻大大粒嘅啊。哦。呢個即個物件吼，我舊講吼，我細漢嘅時候，我成日是有看過嘅咯。哦，你看你物件，即個咪是甲即個大即個青子講嘅差唔多像。青子講嘅就是咯，特別我看到嘅是一隻爾，唔是一隻。我看到一隻吼，咱人軀吼，咱無可能會軀甲兩隻腳合起來嘅嘛，對唔對？除非一隻山啊，一隻山咧無多湯啦。迄個人就會啦。我看到有呢成隻，伊兩隻腳合起來，你一成個腳啊，伊徛喺樹站頂嘅。哦喲！你幾時看到啊？那你咪見。我細漢，I think 是應該是4、5年級。因為我你在講 get 嘅啦，我正暑假一晚呢7點幾，喺面出來，密報出來了嘅嘛。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สุกับที่เขาเล่นติมกองเลยติมกองเนี่ยติมสวาสิติมให้พระเนี่ยป่วยพระเนี่ยอีบิโป้หมดส่วนก็ให้ได้สวายังใช้แม่ต่ำป่วยมันแข็งเสียเนี่ยมาบิโป้แล้วส่วนก็ให้ได้สิบังยังแต่ที่กาแล้วที่เจียแล้วว่าตัวเลี้ยบิโป้แล้วเลี้ยก็ชิดเตียมกุ้ยแต่ที่ตัวหัวอ่ำแล้วเลยม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จีจ้าสุกับที่ให้ได้สวาปาสับปาเป็นหนึ่งเดีย啦แล้ว看到咗有一個物件，一隻物件，就是像這樣款嘅物件，枯掉I think 是人家長嚟。哦。人家長一枯掉那款，一看路，是咧惡嘅，看看了路。有目睭嘅真，但係伊無頭毛啊，伊是薄搭，伊拿條毛安尼款爾。哦，像嗰啲。叫咩啊？哥林啊，係叫哥林啊。哥林，就是只刺魚咯。哎呦，我真看戲冇看到，物件應該是真嘅物件嚟。
tapi maybe 我做 research 本來樣會做你講啦，我冇冇話愛喎。係啦，我就係based on 呢 character 樣做 design 時啊，要去吹下冇想嘅咧 research 人講 describe 過嘅 monster creature。off tag 淡薄啊，迄個做過咯，咪迄個 actor 啊。伊當件事，迄個 motion capture 嘅公司嘅頭家都就因為要人會曉做嘅。應該有 research 過咯，唔該伊有來過大沙卡看過咯。research 大沙卡 research 啦，你個有呢 Lord of the Rings，Lord of the BM。Lord of the BM。maybe 之類是伊嘅 far off cousin 啊 BM 嘅 far off cousin。你咪做咩？咪做古林啊！哇，真濟啦，你最貴啦，本是有啦。我講後尾個有工嘅個嘛，แล้วสุก都講細漢嘅時，雞會游水嘅無嚇？掂雞落工位啊咯，鐵佗啊咯。乜嚟知雞鴨嘅雞是上嘅嘛？細漢嘅時乜嚟知啫？แล้ว迄個雞安怎嘛是點燒？咩雞游水嘅都嘛學雞填去。我就知道雞游水。真係雞游水，我同你講。我識咁講。嚇，雞游水嘅，我同你講無見到，伊無用卡油嘅，伊用嘅石油嘅。哦。伊養伊嘅水啊嘛，你過來了嘅嚇。哦 ，interesting， 我頭知道在啊。嚇，แล้ว就是啲那邊啊，有陣時會看到I think 係你唔是鬼啦，我感覺到應該是係你人定調嘅係你就講人 display 啊 supermarket display 嘅人啊。啊，你 mannequin 啊？哦，超卡嗰啲啊，超嚇冇啊，幾隻啊？哦，看到啊，我人走啊，哇！你對迄個爸母講啊，爸母走去看都無人。哦。我知道時，我只細漢時，我 still 冇咩清楚講到底是係你是係咩物件咧。我知道是有可能是咩你見嘅超本啊，特別我到啲海邊嘅位啊，我即係等住門口邊海邊咯，咁我就對我個樣就是行海沙坡咧，海沙坡啊，係一格往去，伊有隻係一種咧，我唔知係咪抄嚟係曉伊可能被 cover 到啲海邊，我唔知啷知哦，伊是。伊曉你看 round 一塊斜啦，你以前 ground cover 係到啲伊個海沙坡位冚到啲水嘅了誒，แล้ว你就行過你抄俾一落去嘅時，伊隻海沙坡伊水真正斜只夾，แล้ว我就行落去對咯，แล้ว我就自己就走嚟看，一看到伊自己成個超啊，你看咋，特別伊啱啦，夾計你 elbow 下邊都冇嘅咋。แล้วไอ้ผูตัวตัวจุ้ยนะผูตัวตัวจุ้ยวะแล้วว่าจะแชร์เกียร์咯เงี้ย做我แปะไอ้刷ก็ติดเอาไปหัวแปะขี้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จะให้กับ佢佢就超特別冇人插啊我細漢嗰時啊唔知唔知只是超噶啊是唔是超啊我唔知嗰是西蘭馬一哦其實馬一嘛冇可能到啲嗨嘅你講嘅喎撳水鋪嘅都唔知咩？係啦，特別有可能啊，特別未必是特別有鋪嚟本家，特別一支啊對嘅喎，依個唔是想係人咧，一對安平可能。一棒興啊！啊那一棒興獨卡獨手定掉嘛？耶，都唔是一棒，真係鼓啊，鼓棒啊！真不得買啊！如果想到你嘅貴嘅物件，我介紹俾我都定到貴嘅物件。哇！安尼這咱小姐做工嘅時，你對見時你咯，看你手嘅鬼啊！哇！你樣就是真 first time 掉啊！你樣，because 我一路喺度冇咩相信嘅嘛。哦，你咁中啊？都是 after 安尼款嘅物件，個咧 encounter 咧，我個 start to realize，我人應該是個買上市本俾下裝嘅。特別是你咯，特別是你看到嘅咯，
你是買啊？我買，我感覺是別啊，我是 feel 到別啊，有可能有 six sense 啊，這是嘢。誒，你有 six sense 垃圾掉成個嗰人冇即出事啊，啥物事你在 feel 到人破病，啥物你安怎 feel 到 six sense？頂到嘅時候，我唔知這是唔是叫 six sense 啊，有陣時候我會我 friend 定樣講我笑啊，伊講我有 mood swing。But 我 control 袂到，伊有一個 time 嘅時候，我有可能想講做工一半好，真係 happy 做工，suddenly 我會考啊，考袂停，唔知蝦米事。Oh my god！ 我唔知蝦米事，家己紅係考袂停。Then 我想到對後蝦米事，我考還是蝦米好，我不要 explain， 我唔知蝦米事。然後有陣時是風險。我係心想講how to 安怎 explain 啊？想講 OK 啊，你人嚇到你，還是你再講有 certain news 你會驚嘅嘛？對，你 happy 會真緊嘅對。跳咧嚇。sometimes 所以有可能感覺。即係 panic attacks，panic attacks 嘅可能。唔無數嘅嘛，想講 sometimes 有陣時你 on the way 去做工 ，maybe 到 train suddenly 你 panic attack。panic attacks 嘅可能喎。你好險成日 trigger 你好，你成日要去驚呢，實際意思。你有陣時我係 feel 到可能係我嚟拍電話對處咯，唔會講出嚟有事啊。還是 maybe close friend 有事啊，我係假使去 check 看啦，係咪事啊？喺度咯，我知道嘅時是安尼看 ，then same thing 啦 ，suddenly 啊，可能我拍電話對佢，我唔得bắt到。我不要 explain 嘅這物件，真係不要 explain，真奇怪啊！我不要 explain。我甲我媽咧是醫生啊，我媽會知講我其實拍電話嘅。第時拍電話。我到美國時，頂到無落來讀冊時，美國拍電話冇得用嘅嘛，我一個月甲拍電話對伊一道啦。然後我就無睇到點聲，看到。是看其實有拄好點聲，我就 phone 咯。因為媽有時會知，我媽講：哎呀，我若啥時候要拍電話來，我咪出去個。啦，等陣咧，我拍來。了個一個是有可能這真濟人不有啊，成 déjà vu 啊。成講你 take a nap， 我有幾道啦 take a nap 困，忘掉這物件。你錄起來嘅時候 ，exactly 物件發生。有啊，我捌過。我捌過。了個有一個就是這個我本袂 explain 啊。我真正久等到我到檳城嘅時候，我有望到一個我 travel 想去一個 trip 到一個 train 看到一個真 special 嘅 scenery。OK，that time 嘅時候我唔知讀過吧，我感覺到真正 fascinating，because 我唔捌坐過 train 咧，唔捌去邊。了幾年後我來新加坡嘅時候。我咪坐 train 咯，我看到物件時候，相嘅，色相。了 after that， 無久嘅時，我本有望到一個望，我看出去一個 window sunset 很掉伊閃啊很 glare 入來了，有一個啥 curtain， 伊唔是 curtain 啊，伊是一個 cloth painting， 伊 cover 下個 window。然後 during 嗰陣時，我係你感覺看到時是感覺真係 relaxing， 真係係咪？我唔知，我唔捌去過下個 room， 我唔知讀過咯。Then，我去 Middle East 做工2年嘅時候，我去我 room 哦，我係唔記去嘅時候有一個 night evening 嘅時候，我當面睇出，然後我看去下個 window 嘅時，相 exactly， exactly 相，唔要 explain。And 這個 dream 是成過6年整 before that 嘅。So 有可能我 explanation 成日看啦，伊做到你 feel 到成個是你個啦，你整 dream 特別 actually 伊無發生，到你 later 你是看到伊 memory 做你成個個啦，你整捌看過。你看 explanation 講exactly the same 物件。是啊，有幾道了啦。伊 actually 是成日看，伊是講你 memory 會 jump 咗咋，所以伊 jump from 你當今嘅 current 嘅 situation 嚇。跳過去你嘅 memory 位咋，所以你變咗你看到你想象嘅 scenario 時，你看到你 scenario 啦，你是 feel 到哦，我捌看過，特別 actually 係是你嘅 memory 當今嘅 current 嘅 situation 跳過去你 memory 嘅 storage。你我係你講係你，咩嘢？
我是食物件的喎，哎呦，我上個是食過這項物件的喎，佢特登上的喎，佢坐上嘅地位，佢用上嘅有點色。你會上嗰就是當佢講，嗰是上時嘅當今嘅物件嚇，然後伊上個 leak 過去你 memory 嚇，當今嘅 situation 跳過去定到嘅，所以變到好你感覺到上個是定到嘅 memory，其實定到你冇嘅，其實是。แล้ว what about อันจะ explain ให้เลย deja vu 想講有陣時你 take a nap 嘅時候你困你起來時 exactly the same thing 發生อันจะ explain 先係你若是講只知道講成個是夢來啦但是當晚你講嘅物件你捌看過位你明顯講我知2年前時我成日有一次我甲我朋友講我夢到你看你物件是真實你夢到了發生時佢就想係你都未 explain 啦แล้วนั่นสิก็ลูกขุนแช่สิexplanation scientific explanation 就是講你當今嘅 present observation เหรอ跳過去你把你 part of 你 mind เหรอit come back as a memory 咋所以 feel 到成個是 memory 其實冇發生過定到所以當今你看到嘅物件感覺就是當晚我忘掉嘅定到我冇看到嘅可能你就冇就是 explanation 啦嚇ใน頭腦呢篤呢依 memory leak 走過去嘅 memory storage 人嘅腦有事啊樣唔是講咩家姐你忙嘅時候就是你手走出去鐵佗係咯我冇忙過一刀我就記得就是我車未車就一刀嘅咋我會記我車起來時嚇我有我記3刀我車起來了我就車見是咩事我想到啲隻 rumah panjang 嚟嘅可能就แล้ววางกันแล้วจิตตินจะกินน้ากันแล้วว่าควรจะไปเลยกินน้ากันแล้วคุณแอบปอคุณเช็คเลยกูจะต้องว่าเจ๋นะคะ好像เช็คเลยเหรอ哎呦大陸原來我見咗我嗰陣เช็คเลยกูจะต้อง我เช็คเลย成個ว่าอัตับชูว่า講我嘅จิตหลังเดี๋ยว係事แล้ว我冇試過嘅我就 confuse แล้ว我就我這係咩會咧大陸原來แล้วกูจะเช็คเลยก็是真係現在到啲棒嚟เช็คเลย你 dreaming 嘅時你車嘢但你啊就自然你啊像你嘅我不有一個 dream 嗬真係反正我比較 explain 嘅是成個 episode 可能 for example 睇下我哋啲 recording 掉maybe 我 record 個一半แล้ว冇講แล้ว我起來啊 OK 你會 continue after that if 我困到嘅是 tomorrow 我再困到嘅我可能一個會 continue 嘅還是我 that person 會跟你講話嗬阿未講了，你起來了 ，the next day 你個你其實一個 continue 個你講寫一個 episode story 嚇呢？我唔會，我冇 get 住，特別我係成日我把佢請起來嚇，哎呀，講嚟是忙嚟，哎呀，แล้ว你困到即係佢接到對人咯。啊，對，嚇呢啊 ，to be continue。特別有歷史我同你講啊，往時我哋特別啲寫啲上面啊。我是你只愛物件，你只見物件，你只 expect， 起起嚟啊！起起嚟，一扛一飛，一扛一飛，同埋一扛一次。有時，那時候你成個 OK， 我等於 order 有物件，只好食物件，要 order 要出菜就扯起來，未食掉佢咋？แล้ว你嘢嘅，哎呀，我困到對我希望佢continue佢食掉啊！有咯。冇即係有嘢，我有陣時不想呵，有陣時想我 dream 到嗬，我成日去一個位啊，我唔捌去過嘅嗬，然後我真正我真正 anticipate 講被 continue 行落去喺你北哦，anyway 嗬，but suddenly 我醒起來嘅時候，我個會記嘛，個 fresh 噶嘛，然後我開始個對對，我冇事，快接掉，快接掉。哇！喂，這是人 control 嘅 brain 還是你嘅人 control 嘅 brain？哎呦，別你嘅愛想你就幫唔掉誒，你嘅愛就是別誒。真別咧，特別我就我人嘅時候，嘛我人 dream 嘅會起個安尼會嘛，我嘅 brain 是只一個真 wonder 嘅物件嘛，會做安尼款嘅物件。But in real life 是冇可能嘅嘛，所以所以我人有陣時幫你嘅，我感覺就我嘅 fantasy， 我說我唔捌去過，我成日 continue 困。一隻個字啦走出嚟。So far 我唔知啊，較早時我有一個 dream 真正驚人嘅，真正 real 嘅。我想伊互我夢甲互我想甲真實發生啊！
就是我知道的是我甲我幾個 bestie 有講過我愛去 plan 一個 trip， แล้ว我冇去到，冇 plan 到 ，because 我今日做工嘛。Then I think 我未記 about 這個 trip， suddenly 有一次是我這個 dream 我到睇下我會記個，真嘅 detail。我個 dream 就講，我啷三日唔知係咪是紅樣有多一個隻多巴沙漢。แล้ว我今日有穿咗一個 T-shirt uniform 嘅，แล้ว我有看到，因為寫鄧蘭字我比較看鄧蘭字嘛，但我會記我有看到咧 T-shirt 下邊我啷穿咗有 print something 嚟講 about charity 嘅 charity， so 我去嘅時，所以我 assume 啦，係你 dream 是成講我去有嚟甘榜 charity 咁樣 clean up the house 啊，是係咪咯？所以我會記我幾個 bus 嘅人去哦。真係 happy 嘅去啦，唔知係咪就 stop 掉一個真係烏魯嘅甘榜。所以去到一個真烏魯嘅甘榜嘅時，我人了 start 咯，落車講plan 就是 clean up 下面，就是人做下面。我會記我個我 friend 是去 help 下啲老人，成日講到卡車啊老人嘅厝啊 clean up 啊嚇。然後我行一半時，我會去袋落佢講，我會去袋落咧。我個 best friend 就講，啷到無卡單，我去袋落。我去到咧出來嘅時候，我看無人嗰陣，我就調床，按照紅眼嘅點嘅，我看到一個 kid， 一個囡仔，徛到只灰入邊，成隻 shadow 徛到，然後我就成講，伊有可能囡仔調床嘛 ，stranger 嘛，咗你自己處理袋落嘛，然後我講，sorry， 我做 charity 呢，我來你袋落，我就看到我 rest of friend 伊無驚，你就伊無搖伊徛只灰。แล้ว我就成日講คิด唔係去嚇人，所以我 approach 啦，慢慢行，慢慢做見嘅時，我感覺到，實是半米對落這件啦，安怎安尼，以後我就感覺安怎安尼個理嘅，我唔驚。然後慢慢行嘅時，我看到伊手真濟會，伊手真濟會，伊款式真係漂嘅囡仔嘅一邊。伊並無會啊，把真正漂咧，伊把就是真正 blank stare 嚇呢，咧伊手會家裡嗬，伊正格等等嘅，伊會啲流掉，所以我看到嚇呢是掉，伊下到伊手邊啊，邊掉，伊無講話，伊個人 blank stare，伊本無看到我，把伊無成講愛讀愛，伊是 blank stare，because 伊囡仔嘛，細隻嘛，個幾歲嘅？看伊款，應該是5-6歲，差唔多5-6歲嚇呐。about 5-6歲，但我唔知伊 gender 是 boy 還是 girl，我未 make up because that time 我看到嗰陣時候 ，you feel so real 就成日真 realize 嚇，我就你是到你房那邊嚇？就到喺房那邊，然後我本冇 make up，我嗰陣企喺邊呀，然後我假使佢講話，然後我看到我 bestie 到阿妹喺邊行掉來教我講話，然後我就 I don't know why 我紅眼佢講話，我佢講，我叫我 bestie 講 turn around 走，我佢講 turn around 走。turn around 走，我唔知係咪數我講啊，肯定我講 please turn around， 我叫人走咯真係，我叫人走，人揼人笑，揼人講係咪數，我走 just 走，我講 just 走 ，then 即個囡仔真奇怪啊，伊本無搖嘅咋，伊個是 blank stare 嚇，然後我就教我家己講 shit 是唔是我後尾本唔驚，按照伊喊 blank stare， 哦 stare maybe stare 就後尾看到後尾，แล้ว the thing is the moment 我叫人走嘅時候，人感覺到有影只是走出去時，我就聽到啊咧囡仔同人講，伊講嘅聲吼是真正，一尖，比一個家己呢個伊講個真正吉利，我再講特登伊講嘅時候，我頭毛滾長，不奇怪哦 ，I didn't wake up from my dream 咯，真哦，因為伊真正 real。伊真正 real，then the next moment 我會記嘅是我看到邊啊有下面物件，我嚟記下面物件淡淡掂咪。I just 我記下面物件，我 just throw so that I just want the kid to get out of my way， 我愛走呢。So I think 真正亂嘅，但係是我看到真正頭殼真正一回，特人講，特人走了，走去下個 bus。走去下個 bus，then the bus 係有驚，把驚個halfway。你房間秒計 clear 嗬？
啊，個到攤啊咧，真正久啦就到攤啊，我會記過伊 details。แล้ว我會記我人有去下個 bus，下個 bus driver 有成講有 injury，because 我看到伊手有血咧，伊特問叫我趕緊走，但我人無 didn't manage to get out 下個 village 就。because 我會記 halfway 時有一個唔驚真正 strong 嘅 push 下個 bus，但伊 bus land， 伊 bus roll 成 roll 哈落去。But the funny thing 是，伊無接來，下個唔驚無接來，講下個 bus 來掠人也是蝦米唔驚。But 我知個真正濟人到內邊顯去啊，蝦米個了咯。But 我起來時候 the thing 是我會記嘅是，我找我 friend 後生，我特別看叫我嘅名。But 我知個我規身骨是袂曉嘅。Maybe 我會 injured 了。哦，要袂使去運動。嚇？袂使去運動。我唔知哦，但下個 dream 是真正 real 咯，知哦。real until 嗬，我個聽到阿妹 ，because 唔是特人起個了 bus 嘛，แล้ว下個 bus roll 嘅時嘛，有人起啊是蝦米嘛，我個聽到我 background 阿妹嗰邊個真濟人嗰邊講 helpful 咯就。Then how did I wake up 嘛？我 wake up 時是有人來到卡手咧，我看到一個 light shine 到啊，把手咧 I think 我 pass out，แล้ว我起來，然後醒起來，啊，แล้ว我起來，你醒起來做故事哦。你看 until now 嗬，我個真正會記這 dream， 我唔知係咩數，個會真正 fresh 啊，我個會記嘅。This is one of the dream 我會記真正 clearly。Normally dream 我人一下就袂記啊嘛，一下就困醒，一晚夜 maybe 1 or 2 days 就袂記。Maybe 只是你 ghost story inspiration 嚟，同埋佢寫 develop his story，或者 hippie。啊。But 有陣時有可能 dream 真奇怪，你袂感覺到？我冇，我就照 dream， 我袂記，我就早起聽我都袂記，我就咪辦咁樣。我聽都袂記啊。我會記什麼？我跟你講，我第一記就是你請起來3刀呢，我會記。請起來3刀啊！有啦，有啊，我會講嘅咯，跟你講咯，我請起來是我講嚟，我講 after 我講死嘅時，我唔知是伊7字還是8字，唔知咩。我困車到啲房間嘅，伊到啲我門，我覺得我知，到啲我頭腦我知嗰陣時死咧。特別我冇驚啊！你嚟教我講Merry Christmas，伊教我講唔知咗我未記啊！我講唔要講 Merry Christmas， 又講調轉話嘅。特別我知伊是教我講 Merry Christmas， 我 Christmas time 時。Then 了伊就我就帶去看我媽，我媽爸嘛，所以我帶去。伊手拖咗去我媽房間，即係去到我媽房間然後我就請起來啊。樣唔是講有陣時你幫到你家己人歸心啊，樣是來報夢啊。哈，我係講你搞嘅，我講報夢啊。我講特別唔知有樣報夢啊。係我唔知本特別我講是你搞上面可能看到誒嗬，伊這個可能看到是either是伊生日，啊不是伊，這個是有咧人做書就話是你唔知你講嘅生日，你時記我未記嘅嘛。แล้วรู้คันจะอีสิอันนั้น係佢就伊唔是一人咧，就過我cousin 個了就一個就過。แล้ว伊人講特別忘記，because 我這裡打我姨特別講伊是特別就祝你，係生日咧，還是時記咧，還是蝦米物件，伊特別是可以看嘅，可以看望到嘅。你係講啊，你係講住啊望到，望到阿公啊，琴日本對佢梅吹下伊梅看是蝦米日子。But then one thing 我感覺到我真係 curious 嘅是，安尼久了啦 ，shouldn't 伊人應該是 already 想講reincarnate 了，啦安尼久了。比如可以是兩個嘅 memory。Maybe 不喏。Because I think 人講有個人pass away 有10幾年啊 ，normally 了 already rebirth 了咯 ，reborn 了咯。但係就是 memory it depends also 無像人 pass away it depends on when 也 clear
if lang low key they get that means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一lang in sentence. So different people 一lang different 一lang sentence 冇相。有你較久啦。So 大人就是 you know this person pass away 幾廿百年了 after that finally reincarnate. 哦，就等隻久。So 冇相幾廿百年啊，安尼久啊？It depends 人講韓面嘅物件，我一個好，真係 interesting 就是對啊。Of course 我幾那咧 interesting， 但一個真係 interesting 就是，我古早我到啲 grad school 嘅點先是到，我係後尾真係聽，我係 back 啊，後尾真係聽 ，I think sprain 咗下面，哇，真係聽。So 聽到幾那禮拜你知無？然後弟弟 complain 到我 wife， 哇 shit man， 我係會真係聽。So 用下面推啊，下面 massage 下面冚唪唥加兩半邊，所以唔要緊啦，就打閒掉啦。等自己我困，阿妹困了。Of course 寒邊咯，我寒邊我拄到 ，OK， 我看到無蝦米病，但係我知都是一個心內，唔是無好物件，伊都是一個心內一個，上個是一個大啲嘅 ，OK， 然後我無看無咩病，但係我知伊穿伊嘅 ，the way 穿伊嘅 clothing 上個monkey god 嘅呢？哦 ，monkey god 是上個大聖爺呢？孫悟空。就要攞嚟 tail 到啲頭殼，嚟穿伊啱啊。So 我 because 我幫有當時我幫物件時，我知都是。但係你講你時候嘅我都叫咩嚇？呢個大粒頭大聖爺。monkey 嗰個前一隻有前一隻名啊。我叫嘅就是大聖爺。So 伊就是我無蝦米病未看到真正病，但係你知伊啲穿咗喺你啱啊。Then 有當時我 dream 嘅物件，我會知講就是 OK， 這個就是無好嘅，這個就是好嘅，我會 sense 到嘅。So 我 sense 到伊 ，so 拄好拄到伊到啲我 dream。So 伊看到我 ，so 我俾我 respect， 我係我手上個幫講嘅手嘅呢。所以我徛掉，伊走去我後尾，佢拍我後尾。哦，佢活我後尾知無？活了。啊，是你聽了感覺聽？你聽先，伊活我後尾，但單位是我啲 dream 掉，伊活我後尾，活了，伊講，青，即係青是我 immediately from 我 sleep immediately 我開我手我拔起來。And then 我拔起來啊！我 realize， 哇 ，what the fuck！ 我後尾聽無㗎了去。哦。我後尾聽無㗎了去。然後我教我 wife 講，誒，無㗎了去哦，無㗎了去嚇，一啲是。然後我 check。哦，我大細嘅 birthday 數。哦。So 真係 strange， 我但是我拄到我嘅物件，我後面嘅事。上個我 I had a long trip recently 嘛，是唔是？即唔是 dream 啦，特別我講 because 以前有個 incident 就對啦。So you know I have a long drive, right? 對。So one of the days I drive. Then after that， 你攞自己教啊？哦，幾廿節咯。But this is I mean 第三節啊，第四節啊，definitely 第三節。So drive啊，成了所謂係一個位去食dinner。所以食dinner，這就是正 experience 啦，去食dinner。所以食dinner了時。食 dinner 了是我啲叫嘅 dinner 啦，了我 wife 就是食了，所以我 wife 講，come啦，食了，咱行啦，行車啦。了我教我 wife 講，喂，
我 enjoy 我哋呢隻啊，我攰住我開車了搞了，路後我 enjoy 我哋呢隻，所以我數但是我乖啦，我慢慢塗，我慢慢塗，我慢慢行，然後啲生我講卡咩啦，人 cover more distance 啦，我慢慢塗啊，坐住車所以就冇7點半8點啊落日頭啊，所以落日頭啊，所以我 continue 我 journey 咯。我慢慢塗啦 along the way， 然後 continue 我 journey 咯 ，and then รู้ใจ啦ว่า travel 喺 long distance 是ว่า lap 淡薄啦，lap รู้ใจว่า講係咪啦？ว่า lap 淡薄啦嚇。so 我住車嘅時，我ขี่ interstate highway 我 continue 我 journey 嘅時，我 I lap as usual。Tapi you know you get that type of feeling 上架車物件假如講唔通冇 something 冇咩好事 so 我咪 slow down 咯 so 一到嘅時我 slow down below the speed limit okay 行 about 20 mile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what suddenly because I'm mobile you know you don't really like 然後 suddenly 看到 the 18 wheeler 到啲綠頭前隔了係 emergency light 在冇so 我慢 slow down 咯即是大頂落呢就啲頭前so 我咪 slow down 所以18 wheeler 冇叮當哦so 安怎啊 so slow down 車冇行了 so imagine 我車冇 move 出去 static posi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interstate แล้ว後尾有車然後慢慢一個嚟 line up 樣啦然後達人係 emergency 咧 less than a few cars in front of 我哇 massive pile up accident massive pile up pile up 架真正忝pile up to the point that several miles, you know, I think at least guarantee 5 miles of car, color beating down for 3 hours. Oh my god. Then 你看馬達啦 ambulance 係咪事故頭㗎了 so 我咪坐條台車咯坐條台車了 sometimes 看人 travel 伊人行伊人 dog walking along the highway 可以到半照嘅 all these things it's interesting observe 一達人 start to come in 來去咧 because 你未定當做這嘛我咪坐條台咯坐條then after that 伊人 clear 了人 continue 是你看到伊車㗎了吹㗎了攰嗱頂㗎了吹㗎了之後 after that 是嘅 start continue 嘅時我等到我 wife 講好彩無 lap another few cars ahead 嗰時 lap we are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pile up and then it turns out that 喺位伊個 percentage of 伊個 accident 真係係我行伊個 interstate 喺個 particular interstate 嘅 highway 真正 dangerous 真正 dangerous so but interesting drive 啊 interesting drive 你講嘅 highway 㗎了就是安尼看你啦冇出嚟就是有 certain area 有你較濟出嚟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但係我講就是出嚟轉在我哋講嘅啦但係出嚟 particular interstate 咧就是你有 declination of 5 to 6 degrees and then you elevation drop from certain elevation you're talking about drop between several thousand feet in elevation drop and then 伊個路咧就是上加彎啊唔是 normal 嘅彎仔無一彎嘅120 degrees or more 嘅彎仔無so 真係 sharp and 真係 long 嘅 turn so you turn left suddenly turn right and then you are traveling at like 一快 highway speed 80 miles per hour or 85 miles per hour 真係快啊 and then you have to turn all these things and then you coming down the slope and then Utali area is you are facing like 40 to 60 miles crosswind so 40 to 60 miles you are talking about
哇100 kilometers per hour 嗰算。行，我妹妹即係即係另外一個把你 join，唔是把你啊，把他媽到頭啲講就係 join 是住啦嚇。Linda 是住。mute 掉咪，Linda 是住。Hello， 你不來過哦 ？Hello， 嚇，你是裝？我是陳嬌。陳嬌，歡迎。來名咪，幫你殺嘅。名咪你。哇。你何名？大家想好，好想好。我驚。個搞，我都機會笑啫，你講你到落當嘅。到處？我睇下到自己邊嚟㗎，是到。我到邊嚟 island 呢？哦，你就隨條邊嚟學嘅。我朋友介紹我咯。哦，做工會介紹啊？古仔嗰啲。哦，人家食頭只做時聽邊嚟學嘅了。冇啦 ，actually 我聽真久了嘅是 first time join 嘅。because 頭到哇，等個嚟個愛困咧，頭困起都冇等。我都特別俾講幾個數嘅嚇。特別俾講 join 幾個數嘅嚇，還是？冇啦，是3日。哦，你看到幾啊？冇啦，我冇看到幾啦。特別我識聽啦。OK， 你確定是你，我只特別差唔多會聊啊，你到底嚟 join 我另外一個話題啊 ？OK。另外一個話題係咩啊？我想下先，我未記啊喎，我特別記為 show 嚟看啊。生物件啊。present 生。OK，會使啊。會使啊。安怎我哋都冇來啊？你成節嘛，件節，我過一12點了。你冇，即係一叫我做咧 topic 咧，是個冇來。呀，怪，但係我講我介意講要俾來呢 ？supermarket 咧啊，伊冇收thành link 喲。你 message 係佢係伊未 link 哦。我 link 啦。but 另外係換咗啦，睇下你話了。你乜都好，你特咩特落音先，你落緊啱。特別那是以前嘅係你忘記了看 error 未接咧，冇可能。安怎我會彈呢 link 了，別人未彈啊？伊人係彈呢 link 了，特別 click 了無，冇導嘅冇彈，我唔知點解導嘅冇彈啊。然後 everybody 有冇上嘅 issue 嘅時候，我就趕快 troubleshoot。嗰啲人有，嗰啲冇上嘅 problem。嚇，所以唔知嗰度。But anyway 啦，另外一特別是如果到底嚟係講生物件。because 係Christmas 是嘛，所以講生物件。OK， 當今講個平性啦嚇，แล้ว有時我曬都冇俾出，就會幫曬。แล้วLinda 我學你笑笑學你名แล้ว我幫曬啲嚟咧，另外一話題是你講你名 ，OK？OK， 感謝先朝收聽了個有老椒不တူ媽用啦老椒。到嘅個英國中，拜拜。咁蘑菇個大粒頭，感謝人 share 我人幾個數，無面講講嘅電波證。OK， 大家講冇啊，好慢慢就笑到出來嘅呀。使咪出掉。我使咪出到笑個出個使咪出。看好我使bằng隻แล้วว่าสิว่า個 email 學落嚟，另外要緊就俾 check 落 email 看嚟，另外是講冇看到 email 咧，就俾佢 check 你spam 嘅看掉。嗱冇嚟講到啲 Skype 嘅 message 話個我講，還是 Facebook。OK， 拜拜，各位聽眾，拜拜。